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7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上半年各省财报成绩单，就像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甚至个人总结一下上半年到底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全国现在已经公布财报的这个30个省份，看谁多赚了，谁少赚了，谁进步了，谁退步了，谁没钱了。那这个是第一财经昨天8月6号看到的一篇报道，叫3省份亮出财报财政半年报。大家也知道这个第一财经刊发的官媒刊发，那多多少少还是带有一些这个美言美化。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运行总体平稳，不过多位基层财政人士对第一财经坦言，当地财政收支矛盾仍然比较大，说的比较委婉收支矛盾比较大，实际上就是入不敷出。按照《红楼梦》里面王熙凤的说法，大有大的难处表面上看着还可以，实际上已经没钱了。截至8月6日，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除了广东外，其余30个省份公开了当地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只是广东还没有公布除了江西、辽宁、广西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有所下滑，其余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西藏增长37%，新疆增长10%，这个也挺有意思也不知道它怎么涨的，实现2位数较快增长。不过大多数省份收入小幅增长，这是收入一个企业它的收入在增长。支出呢，上半年30个省份12个省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有所下滑，24个省份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也就是勒紧裤腰带呗，过紧日子，然后投资这块进行收缩，要不然它怎么会支出还下滑呢？没钱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环告诉第一财经说，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支整体呈现收入好于预期，支出有待进一步发力的特征。今年以来，中共中央加快了对地方转移支付下达进度，为地方财政平稳运行、落实各项稳增长和惠民生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你看一个但是实际上重点在但是这儿，房地产稳定不及预期，这是粤开证券经济学家说的。房地产稳定不及预期就今年上半年，这不都是小阳春吗？不是创去年的5年的新高吗？怎么房地产稳定还不及预期呢？还有怎么及预期就是二手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二手房成交动不动创4年、5年新高所以说这些数字都是前后矛盾就是咱们有人说了对吧？你撒一个谎要用10个谎去圆，你总有圆不上的地方，数字互相矛盾互相不给面子，互相打架。你看房地产稳定不及预期，导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不及预期。说人话就是房子卖不掉，导致地方政府地卖不掉，地卖不掉，地方政府这个卖地财政土地财政这就难以为继，那就下滑。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好又碰上刚性支出和化债背景，地方政府要化债，所以很多地方就卡得比较紧，所以这个2个一叠加地方财政形势处于相对紧张的转型阶段，这地方没钱了，对吧？说的比较文绉绉的咱们给它翻译一下，就是没钱了。税收小幅改善，但财政收支紧平衡，就是税收这块虽然有点有所起色，但是政府的收支还是很困难，紧平衡吗？近年来受经济下行，你看第一财经说的经济下行，这个不是自媒体不是说这个唱空的。近年来受经济下行、楼市价格低迷等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不过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略有好转，怎么好转呢？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在近期上半年财政收入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他说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一大特点是各地收入普遍增长，
上半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6.88万亿元，同比增长 2.7%，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0.6个百分点。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尽管广东尚未公开上半年财政数据，但根据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和30个省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额这么一减，是吧？全国的已经有了30个省份的，然后剩下的那些他已经公布了，那就广东没公布，他这一减呢，就把广东的算出来。他可以倒推出广东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致规模7422亿元，同比增长 2.8%。从今年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排名来看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北京、四川稳居前7位，与去年情况一致。广东还是排第一财政收入7000多亿，上半年。从上半年30省份公开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来看呢，增速江西是负的 7.2%， 那就江西是还在倒退，这个就相当于降薪了如果你把一个省当做一个家庭来说，那这个江西他工资就下降了，收入降了 7%， 那就看上面他爸，对吧，会不会给他支援几个。就我们农村或者我们这个一般的老百姓，是吧，居民儿子不行了，儿子这个工资没了，工资下降，然后那边呢按揭贷款要还，孩子要上学，那怎么办呢？那只有爷爷，对不对，或者是父亲那这支援几个一个意思那么辽宁是下降 0.6%， 广西是下降 0.6%， 那这个江西下降有点狠7.2%，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些数是经过层层，对吧，滤镜美颜，这个仔细斟酌报出来的数，已经考虑到不能吓着大家，对吧，也不能吓着领导。那这些数，它这些数绝对值没有意义，但是它这种，对吧，指向性意义，风向标，那绝对值，因为它可能是有变化但是它经过美化，经过加工处理，结果还告诉你说我们这跌得够狠的。那就说明真实情况恐怕更加不容乐观这3个地方是明显的是下滑，也就是简单点说可能地方也想明白了，不装了，还是哭穷吧，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那多数省份处于0到 3%低速增长区间，就是你说它跌它没跌，你说它涨吧它涨的也不多，2点几、1点几、0点几的增长。那有的省份他就觉得没必要，是吧？我混在这个1%、2%的增长里面，也得不到表扬，也得不到嘉奖，也只是混一个中不溜秋，我还不如混个差生还有关照，对不对？还有开小灶。西藏和新疆收入增速较高，为何如此？这里面几个关键的一个是江苏的增速只有 0.1%。我们关心长三角，对不对？一个它的比重大，第二个他们是咱们经济的活力源泉，是不是长三角。那江苏呢只增长 0.1%， 上半年你说这 0.1%， 对吧？就好比你那个上大学，对吧，考试给你60分，虽然及格了，但是这60分非常可疑，很有可能是老师饶你的，放你一马，是吧？谢老师不杀之恩那浙江呢 0.5%， 上海是 5.5%， 上海还可以，是吧？这个感觉还挺多罗志恒分析他说西藏近年财政收入增速稳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增速更是高达 37%， 这主要是中央财政有力支持，包括最主要是那个水电站，包括雅江水电站的这个建设，以及促进农牧业、医药、清洁能源等特色产业发展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以及西藏积极盘活各类资产资源，带动收入增长。这个大家比较好理解因为西藏它整个的盘子就小，上半年它整个的公共预算收入只有200亿，
你刚才广东都是7000多亿，对不对？是它的30多倍、40倍。那江苏是6000亿啊，浙江是5000亿，它那只有200亿，你个雅江水电站那儿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一块，多个10亿、20亿的，它马上就10%几的增长，对吧？如果多个30亿呢？所以说它那个增长37%，因为基数太小啊，随便来个大工程、大项目、大投入，就够它这个对吧？喝一壶的。辽宁大学地方财政研究院院长王振宇告诉第一财经，受收入基数较小，就上半年啊只有200亿元的影响，西藏收入增长较快，而3个省份辽宁、广西、江西今年上半年收入有所下滑，跟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有关。罗志恒认为，新疆近年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也较快，2023年到2025年年均增速达到10.5%，今年上半年仍保持10%增速，居全国第二。这主要源于新疆重点行业企业效益的改善，带动了主体税收收入增长。比如1到5月份，新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40亿元，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全国55个百分点。同时，新疆积极盘活各类国有资产资源，非税收入增长也较快。我倒是觉得啊，他这个说法还值得商榷。应该说新疆、西藏啊，他们的房地产应该说没有过去没有别的地方那么烈火喷油啊，对吧？没有别的地方那么烈火喷油，那么现在别的地方都受房地产拖累，那他呢就没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反正他成绩他也没好太多，对不对？他现在下降也就那么回事。这个就像你学习一样的，对不对？你以往数学的100分你都考95，别人100分就考60多。这一次这个卷子出的特别难，特别刁钻，你这吧唧，你从95就掉到55，那别人从60那掉到30，反正你看哪个损失更大，哪个压力更大，就这么个道理啊。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好于预期，主要由于税收收入增长好于预期，而这又跟上半年经济运行稳定、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因素有关。比如说，江苏省财政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941亿元，增长1.8%，其中税收收入完成4545亿元，增长3.4%。浙江省财政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51亿元，增长0.5%。不管怎么说啊，江苏、浙江增速都是比较慢，这增长1%啊，增长0.5%。其中税收收入4452亿元，增长3.5%。上半年地方财政收入属修复性增长，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的比重有所提升，这显示财政收入质量在提升。一位东部基层财政局长告诉第一财经，当地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长还可以，但由于卖地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幅下降。我刚才已经说了啊，那有的地方它卖地收入本来就没高过，所以它也没有什么下降空间。但是你看这东部地区受房地产影响是比较大的，还有下降空间呢。卖地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暴跌，导致什么呢？财政运行压力仍然很大。一位西部财政人士反映啊，当地今年上半年财政收支还可以，但债务负担重，偿债压力大。一位中部基层财政局局长表示，当地财政依然困难。你看，就没有哪个地方说，哎，我们今年还可以，都是难呢，对吧？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等做到了王熙凤那个位置啊，你就知道了，表面上看着风光，实际上没钱，对吧？老祖母过生日，谁过生日，他们送礼都靠把这个贾府的东西啊拿出去当抵押借钱。借200两银子、300两银子来办生日宴或者来送礼，弄成这样了啊！表面上看着很风光，驴粪蛋子表面风光，实际上已经快撑不下去了。罗志恒表示啊，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7%，高于年初增速2.4%，0.3个百分点，略好于预期。
目前地方财政收入的压力主要在于第二本预算，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下降26%，你看啊，卖地收入下降了26%，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32%，那降得更狠。受此影响，一些地方也坦言当前挑战，比如福建省财政厅公布的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在提及当地财政运行和预算执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时称，受土地出让收入继续回落、传统行业税收贡献减弱等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基础收支增收基础仍不牢固。说的比较委婉促内需、稳就业、保民生等重点领域刚性支出不减，部分地区收支矛盾比较突出，财政运行处于紧平衡状态，都是诉苦，都是大倒苦水。所以我说这个江西还是很厉害的，索性对吧，给你来个下降，降的最多，到时候跟上面可以多要一点。安徽省财政厅公开关于安徽省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称，当地财政收支总体上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各领域支出刚性增长，也就是收入涨得不多，但是支出那刚性增长，预算平衡难度加大。受房地产市场影响，部分市县收支矛盾突出，基层三保压力较大。从上半年30省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来看，12个省份这一支出增速下滑，剩余省份中多数地方支出增速低于 3%， 上海支出增速最高 10.7%。 你这么看上海的情况好一点感觉是不是稍微健康一点？王振宇表示总体而言，地方财政支出增速不及预期不及收入一种可能解释就是地方某些层级的库款保障水平不够充足，当然也与地方落实过紧日子、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有关。王振宇的意思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地方花钱的速度增速没有收入快，紧平衡就是内紧宽带，这个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地方财政某些地方肯定是出现亏空了，就这意思库款保障水平不够充足。他说的比较委婉，或者你就简单理解、通俗理解，就是拆东墙补西墙，那个西墙已经快，就东墙已经快扒拉完了，西墙也没有补上，而压减不必要支出，所以对财政收支增长需理性分析看待，避免不必要的数字游戏。拆东墙补西墙不就是数字游戏吗？罗志恒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2 万亿，同比增长仅 0.6%。 下半年随着2重项目及6张网规划建设逐步落地，地方财政支出增速有望回升，对稳增长、惠民生的支撑作用也会进一步增强。罗志恒表示他说当前解决部分地方财政困难，一是靠地方自身，二是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而言，从短期看要加大资产盘活力度，盘活资产靠的是一系列制度支持，资产清查、资产产权瑕疵修复，什么东西就是把那些家当找出来卖一卖，这就是跟那个贾府王熙凤跟王夫人俩人最喜欢把那个库房里面、阁楼里面那些不常用的拿去卖，就是一个意思你正经的卖也行，有的地方就把那个泥巴对吧，水库下面泥巴卖出金子的价格，那就是骗银行。骗银行实际上就是骗大头，把大头的钱骗出来花。资产处置禁止免责国资考核激励机制缺乏制度支撑的资产盘活将沦为方式单一且不可持续的卖资产状态。那当然了，那贾府那东西越卖越少那贾琏动不动是吧，通过鸳鸯把老祖母那什么东西搞一包出去卖，搞一箱子。从长期看说地方政府要推动城投转型并重税基，切实因地制宜，找到符合自身优势的特色产业，要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而非补贴和税收优惠洼地来吸引产业。地方政府越没钱，越有可能什么叫趋利性执法，也就是以刑化债，对吧？各种罚款罚没，而这些
都会导致营商环境恶化。所以这个专家说了啊，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就是这些事不能干，越干这叫恶性循环，饮鸩止渴。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补贴，如果你靠补贴，对吧？那你本来就钱少，你还去补贴，靠补贴引来的这种产业，人家就是奔着你的补贴来的，补贴一花完，人家就倒了，关门，地方政府钱花了，最后来的是一地鸡毛。很多地方引进了新能源汽车，对吧？你比如说天津、滨海引进的那个恒大新能源汽车，江西，你看江西引进哪吒，怪不得江西负增长。那都是靠，对吧？各种税收优惠补贴把人家引过去，结果人家黄了，钱花完倒了，政府的钱也基金也花了。专家说啊，对中央政府而言，从短期看有必要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地主家也没余粮啊，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增强地方政府获得转移支付的规模以及可支配程度。他的转移支付他就那么多钱，对吧？转给你了，那别人呢？僧多粥少啊，狼多肉少。你看啊，什么但短期是非常有必要的，帮助地方政府度过房地产持续调整、化债重压、新旧都能转型的关键阶段。这个专家还说啊，说中央推动解决地方财政困难，需要推动财政体制改革、事权和支出责任，减少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尤其要帮地方政府避免成为无限责任政府，就不要成为一个大政府，无限责任。另外，继续推动税制改革，构建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税制，来应对人工智能导致的分配极化和共强虚弱问题，稳定宏观税负，扩围消费税到高污染、高能耗行业，推动公用事业价格改革，避免持续大规模低效财政补贴对财政的压力。改民补，改暗补为民补。王振宇认为啊，对于一些地方来说啊，单靠自身努力来解决财政困难空间不大，需要中央层面来解决。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是个中长期任务，单靠短期应急政策只是暂时缓解。做大经济财政蛋糕，增加地方财政主力、自主财力，改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注重靠机制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都是长久之策。总之，专家的意思就是这个很难办，是吧？又是中长期任务，又是什么暂时缓解，地方财政啊自己解决，它叫空间不大，那也就是不可能啊。这是第一财经报道的啊，今年上半年30个省份这个财政半年报，也就是啊，每个人我们自己啊都可以对照这个半年报看一看自己上半年是怎么样，收入怎么样，支出怎么样，能不能平衡，要不要跟你爸要一点，对吧？如果你日子难，你不要装，对吧？牙打掉了往肚子里咽，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你这样不好。你要难的话，你就喊出来，你一喊越惨，你父母很有可能就给的多一点。你看这孩子都混不下去了。如果你老是说没事，对吧？你说挺好，实际上啊，你已经入不敷出了。但是你老装着若无其事，哎，挺好的，那你父母以为你还真好呢，那就他就，对吧？不给你表示了，甚至把这钱，对吧？去买保健品去了，或者对吧？被哪些什么理财的给骗了，要不然就去上 AI 课了，对不对？这个地方财政难啊，实际上早有端倪，是吧？就是上半年啊，不是说去年，就是今年上半年，因为像这样的这个文章啊非常多，网上啊，你看。体制内降薪消息满天飞，现在网上啊，体制内降薪的就多了。大家记得吗？2024年那个时候是各个地方政府啊，大家随便问一下就都知道了啊。很多中西部地方政府公务员，那工资都是什么保6争8，保8争10，好的地方啊，差的地方就是保6争8，好一点的地方是保8争10，再好的地方是保证啊。争取不欠工资，那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就是24年，为什么？什么叫保6争8呀？哎，据我所知，就我附近这些很多县市啊，因为很多朋友在那，当时一了解都是他们的工资啊，一年就发6个月工资，争取给你发8个月的，就是地方财政是没钱了，很多地方都这样。好一点的是给你发8个月。
争取发10个月。但是后来为什么25年没了呢？实际上就24年下半年是吧，搞了一个12万亿化债。这12万亿化债这个额度一下去，各个地方都有了钱，有了钱，他第一个的工资先解决，不管什么手段，这钱怎么赚的不要紧，那个8个缸5个盖子，反正他来回挪，你只要有钱下去，他首先是满足，就保民生嘛，对吧？没毛病啊，先给大家发工资，公务员体制内的把工资发起来，但是这12万亿它是有数的。挪，对吧？也只能挪那么多，现在挪的也差不多了啊。2年以后，现在又没钱了。你大家想想是不是道理？我当年24年12万亿化债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债，地方债一定是越化越多，因为它为什么呢？因为它窟窿没补啊，就像一个大锅啊，这锅底明明一个大窟窿，你不补那窟窿，然后你说我往锅里多加水就行了，往里注水，你注水是管用啊，你感觉好像你注得快。锅里好像有水了，但是你这要不然你注水那个一停，锅里的水也会漏掉一干二净。你不补锅的吧，就是一味的往里加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我说这个啊，一定是债越化越多，债越多，为什么呢？你债越化越多，你债越多，你那个利息越多，对吧？利息越多，越利滚利，对吧？你每年都还有利息，你为了保证你的信誉。保证你的这个融资的这种资格是吧？条件，你的利息不能违约，利息得付。实际上，地方政府早就对吧，只付利息，借新债还旧债，然后只付利息。但是你这利息也是越滚越大，而地方财政收入它是在收缩的，因为地卖不掉，那你说它是不是你这么整的话，最后还是要崩盘呢？很多对吧？中西部的这个地方。它也没什么产业，现在是 K 型发展，是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它怎么可能跑到西方去，西边那些中西部那些县城去呢？这还不像工厂啊，工厂是我这靠人工成本低，靠地价便宜，还可以把工厂对吧迁移到一部分到内地。你这人工智能你怎么迁移啊？好，对吧？这个地方这个化债就越化越多。哎，你现在你看啊，2年过去了，债已经这个12万亿的钱差不多了。现在下半年啊，我可以肯定，很多地方政府又开始欠薪。现在叫保证能把基本工资发了就算不错，什么绩奖金啊那些东西就别想了。很多地方政府一定是会这样的。今年下半年不是危言耸听啊，保你把这个公务员编制内的啊，把基本工资给你发了，你就烧高香吧。这个大家是有普遍预期的，所以现在传言就特别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情况，所以现在到处的传言说体制内降薪30%，有人说降20%，有人说他那地方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据我所知，北京啊，连北京一些郊区的县也是开始欠薪了啊，事业单位没钱呢，那怎么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了，也很多人不要抬杠啊，公务员降薪。这个薪呢，我们说的工资是指他全年收入，对，因为我们对吧？你很难说这个他的工资构成很复杂，对吧？基本工资，然后有什么这个补贴那个补贴，这一大堆的这算法非常复杂。我们说的是反正一个公务员本来一年是能赚12万的，杂七杂八什么加到一起，有的人算连那个公积金都算上，对吧？都算上收入了。一年下来，比如说你本来是12万的，全部加到一起，那你今年可能只能拿到10万，这就是降薪20%。但是他的基本工资恐怕没变呢，甚至有的人基本工资还涨了一点，对吧？还上调了2%、3%，给你加个300，但是他到手的钱总共他是少了。也说这个啊，如果大家自己身边如果有公务员朋友或者是事业单位的有编制的，你可以问一问他们。对吧？今年到手的钱和去年比是什么一个水平？然后第二个是他是觉得要涨还是要跌？你问问他们就知道了。最近媒体报道对吧？这个关于富人税，关于海外的收入税，是不是现在真的越来越这个关于这方面报道越来越多啊？德伦会8月5日消息根据财新网报道，
中国税务机关已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20%。报道引述税务律师及保险业内人士消息指出，北京与杭州已开始执行相关措施，对香港保单的收益征收20%的税率。前一阵子是吧，出来规定对这个离岸信托征税，再加上个人所得税是吧，是以2位数增长。这个个人所得税里面90%就是增长的部分个人所得税增长的部分90%是由那些头部5%的人带来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不管怎么说，就是要加大征收富人税，没有说征收富人税不好征收富人税也是应该的，但是他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问题，缺钱赶到一块了，对吧？现在也开始加大征收力度。地方政府没钱，那地方政府一定是想办法开源节流，不管是开源还是节流，那对老百姓来说那个体感都是不会太好。开源什么意思呢？开源就是对吧？比如说罚没收入增加，所以那个骑电动车他就抓了，不戴头盔的坚决罚款，对吧？你乱停车的坚决罚款，各种对商家进行罚款是吧？你不要说中西部地区，就连广东、浙江、江苏这些地方他也会这么干，因为他没钱嘛，没钱那他就加大检查力度，检查力度就开始一家罚1万2万的，这不都是钱吗？所以我说开源老百姓日子也不好，老百姓觉得这个体感不好。你比如说加大这个刚才是富人税对吧？个人所得税加大征收力度，你到香港买个保险也要收你的税。那节流呢？有人说那开源是好，你从我们身上收钱，那肯定不舒服对吧？那节流怎么也不舒服呢？一样的节流你看本来政府花钱他钱花哪儿去了呢？吃喝拉撒对不对？他一吃喝拉撒钱花出去，下面好歹有人在赚嘛。政府如果不花钱，他的钱花少了，那下面别人的收入就少别人的收入就少，别人的利润也就少。这是你比如说吧，以这个鹤岗为例，那就是公务员经济对吧？整个城市就是公务员经济如果那个地方公务员没钱花，那整个城市围绕着公务员的那活还得干得下去吗？一个道理但是这个要区分开地方政府的跑冒滴漏应该管，应该去抓，对吧？那种灰色的跑冒滴漏这些东西，贪污这个应该要严管，但是该花的钱要花对吧？该给人发工资要发你该给这个民生对吧花钱，该给养老、教育、医疗花钱你要花你这些钱你省，跑冒滴漏你不管，那是不是老百姓就越来越感受到这个含义所以我说嘛，开源节流都会导致这个老百姓感觉到体寒，所以到下半年我们会越来越感受到不容易，会感受到越来越难。我再举个例子对吧？你看这个社保它要提高收入，要补这个窟窿，那么社保现在不停的在增加对吧？那个征收的社保的那个基数要提高，这第一个。第二个，那他就要求各个企业，民营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要如实交社保，你以往都是按5000交，虽然你的工资是1万，但是你按5000交的社保，现在不行，你就得按1万交。但是这一下你的企业他就受不了是吧？企业的开支、人力成本直线上升，那企业干什么？企业它应对的方式就是裁员我惹不起对不对？那我少招一点，我本来招了20个人，我现在只要16个，我裁掉4个，裁掉4个挤一挤，这活儿也能干。那你看社保这边是加大了征收力度，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又多了4个人没工作，这就是底层人感受到不容易的原因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